Hello，大家好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會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有關大陸人嘅知識，由零開始教識大家學識大陸人。咁大陸人係一門中國嘅占卜術啦，而所有中國嘅術數其實係共享同一套系統同埋同一套邏輯嘅，就係我呢條片要講嘅術數基礎啦。咁所以今日呢條片呢，唔止對大陸人感興趣嘅人有幫助，對其他術數感興趣嘅人啦，例如想學奇門遁甲啦、六爻啦、八字等等嘅人呢，都會有幫助。咁我哋直接開始。OK，第一個陰陽。對於陰陽呢，大家只需要記住呢個定義：陰陽是一對相反的東西。舉個例子，陽係男，陰就係女啦；陽係動，陰就係靜；陽係高，陰就係低；外內強弱等等等等。OK，大家只需要大概記住陰陽，佢哋大概代表啲咩就 OK 啦。千祈唔好死記，千祈唔好好死板認為咁。哦，陽就一定係男，陽就一定係動嘅，陽就一定係高嘅。咁點解呢？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俾大家。一個身高2米嘅瘦人係陰定係陽呢？咁我哋頭先講咗啦，高係屬於陽啊嘛。咁2米身高應該屬於好高啦。但係瘦即係弱啦。瘦應該係屬於陰嘅喎，咁而家有個身高2米嘅瘦人，兩樣嘢擺埋一齊，咁佢究竟係屬於陰定係屬於陽呢？你會發現我哋係揾唔到答案出嚟嘅，因為點解？我哋冇比較嘅對象。咁假設而家嚟咗第二個人，佢身高係1.9米，咁1.9米同2米高都屬於高啦，係咪？但係1.9米同2米相比係咪矮啲啊？咁所以呢個1.9米嘅人對於2米嘅人嚟講，佢係屬於陰嘅。2米嘅人係陽嘅。好啦，調轉啦，而家有個強壯嘅人走咗埋嚟，佢同呢個2米高嘅瘦人比啦。咁我哋企喺身體強壯呢個角度上面睇，瘦嘅人係陰嘅，強壯嘅人係陽嘅。咁所以我哋帶出咗一個重點啦，就係必須要喺確定咗太極點，即係參照物之後，先至可以確定到陰陽。OK，呢個大家需要記住。陰陽講完啦，跟住到五行。咁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大家都聽過噶啦。咁但係對於我哋學術數嘅人嚟講呢，五行正確嘅順序應該係木火土金水嘅。咁原因我一陣會再講。咁木佢有第二個名叫曲直，火第二個名叫炎上，因為火係向上燒嘅，所以叫炎上。土叫架式，金叫重格。重格咧即係代表變革嘅意思，改變啊，變動。因為金佢俾火燒，佢會溶啦，係咪？跟住會變成其他形狀。咁水叫潤下，因為水會向下流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叫潤下。OK，木火土金水。咁五行會有相生同埋相克嘅關係。OK，其中啦，木係生火嘅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然後水生木。所以呢個五行嘅正確順序其實係一個相生嘅順序嚟嘅，大家可以咁樣記住。至於相克咧，可以睇下呢張圖。OK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。呢個係相克嘅順序。咁相生同相克，我哋點樣理解佢？相生你可以理解做幫助同埋有利，而相克咧可以理解做傷害同埋不利。咁不論相生定相克，其實佢代表嘅一樣嘢都係氣嘅流動，代表緊氣嘅流動。OK，咁我哋日常生活中嘅萬事萬物咧，其實都可以用五行嚟代表嘅。咁首先木啦，佢就主植物啦，當然林業啦、教育啦，佢喺人體上面主肝膽毛髮等等。然後火啦，佢主火，同埋佢主一啲虛嘅嘢。點解咧？因為火佢係冇實體嘅，佢係虛嘅。同埋宣傳啦、電子產品啦、文明啦、心血管啦。點解咧？因為火係紅色嘅，血都係紅色嘅，所以佢用火嚟代表。然後就係眼等等。然後土佢代表泥土、山石、房地產呢啲同土地有關嘅。咁喺人體上面咧，佢主肉啦、脂肪。然後金佢代表金屬啦、軍事、武職、
點解金佢會代表軍事啊冇相關嘅嘢？因為金咧，大家諗下，秋天係萬物開始凋零嘅時候，啲樹葉開始落葉啊，係嘛？萬物開始凋零，所以佢主殺伐，佢主殺伐，金係主殺伐嘅，所以一啲同軍事相關冇相關嘅嘢都可以用金嚟代表。然後喺人體上面咧，佢主肺、主骨。OK，跟住水，水主水啦、液體啦、智慧。喺人體上面，佢代表腎同埋泌尿系統。咁關於五行嘅類象咧，又係啦，絕對冇需要死記每種五行代表啲咩，你大概知道佢代表啲咩就 OK 啦。點解咧？我又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，消防員。OK，消防員呢個職業應該用啲咩五行嚟代表佢咧？咁有啲人可能會話用水嚟代表啦，因為消防員用水滅火啊嘛。但係可唔可以用火嚟代表咧？咁我覺得都可以，因為消防員佢同火打交道啊嘛，佢嘅職業係同火有關嘅嘛。咁用火嚟代表都合理嘅。可唔可以用金嚟代表咧？可以嘅，因為金係代表武職啊嘛。消防員佢都屬於紀律部隊，同埋佢屬於戶外工作啊，需要體力勞動啊，所以用金嚟代表都合理嘅。所以消防員呢個例子咧，就帶俾大家一個道理：世界上嘅所有嘢其實都係五行皆備嘅，只係邊一種五行佢最為明顯、最為突出咁解嘅啫。用頭先個消防員嚟做例子啦，消防員最為明顯嘅五行就係水、火、金，就係呢三種。所以點解我話絕對冇需要死記每種五行佢代表啲咩，而係要靈活變通。下一個十天干，咁天干咧，大家可以將佢理解做10個符號咁就 OK 噶啦。10個天干啦，咁總共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咁好多人都聽過甲乙丙丁啦，其實後邊仲有6個嘅戊己庚辛壬癸。咁10個天干咧，各自會有佢哋嘅五行嘅，其中甲乙為木，丙丁為火，戊己係土，庚辛金，壬癸水。咁你會發現呢個10天干嘅五行嘅次序啦，其實同我哋頭先講嘅木火土金水係一樣嘅，所以大家強烈建議大家記翻木火土金水呢個正確嘅順序。咁好啦，10個天干咧，佢哋又有自己嘅五行啦，同埋亦都有分陰陽嘅。咁區分嘅方法咧就係單數嘅係陽嘅，雙數係陰嘅。舉個例子，甲佢係第一位嘅，所以佢係陽嘅。乙佢係第二位嘅，佢係陰嘅。OK， 嗱，丙第三位，佢係陽嘅火，丁第四位陰嘅火，咁樣如此類推。所以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寅5個係陽干，我哋叫做陽干；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5個我哋叫做陰干。下一個10天干咧，咁佢哋會有啲一啲特別嘅關係嘅。咁其中啦，天干佢哋有合嘅，咁合大家理解做喺埋一齊，合就係喺埋一齊。咁甲己係合嘅，乙庚合，丙辛合，丁壬合，戊癸合。OK， 咁合之餘仲有沖啦，沖即係大家理解做分開唔一齊。甲同庚沖，乙同辛沖，丙壬沖，丁癸沖。咁沖咧，我哋戊己係唔參與相沖嘅。咁關於10天干嘅呢啲組合咧，大家只需要記合就 OK 噶啦。我哋喺大陸人入邊咧，我哋基本上唔會用呢個沖嘅，合其實都好少用，但係都會用到，所以呢個天干相合大家需要記住，沖就唔需要記住。咁有天就有地，有干就有支啦，咁所以有10天干就有12地支。咁地支同頭先嘅天干一樣咧，佢哋都會有自己嘅五行啦，同埋陰陽嘅，一樣係單數為陽，雙數為陰。由子開始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總共12個。咁子佢係單數啦，第一個，所以佢係陽嘅水，子係屬於水嘅。丑係土，第二個，所以係陰，如此類推。好啦，去到呢個時候，我哋不如練習下我哋頭先學嘅五行生剋啦。我舉個例子，辛金佢可以克邊個咧？
咁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頭先講咗金係克木嘅，所以辛金佢係可以克寅木，亦都可以克卯木。我哋喺論生克嘅時候咧，我哋唔需要理佢嘅陰陽，只要係金就可以克木，唔需要理陰陽嘅。咁我再舉個例子啦，午火啦，午火佢俾邊個克？咁午係屬火啦，水係克火嘅，所以亥水可以克午火，子水都可以克午火，只要係水就克火。我哋論生克嘅時候唔需要理陰陽，呢度再澄清多次。好啦，咁地支同天干一樣咧，都會有佢哋一啲比較獨特嘅關係。咁但係地支佢哋嘅關係比較多，有5種，係啦，分別係合啦、沖啦、害啦、刑啦同埋破嘅。咁呢啲關係睇落好複雜，好難記，但係其實咧有方法可以記到嘅，係一個算係比較特別嘅方法啦。我暫時就未見過其他人咁教嘅，就係呢個掌訣。咁掌訣好多人都識嘅。但係點樣用佢嚟推頭先嗰一堆關係咧？有方法嘅。咁大家而家舉出你嘅左手，你會見到無名指最近手掌嘅嗰個關節係子，隔離係丑，再左邊係寅，跟住如此類推，就會一一對應到12個地支嘅。咁我哋點樣推呢一堆關係咧？首先我哋睇合啦，子丑合，寅亥合。我哋睇翻呢個掌訣。咁合咧，其實我哋睇隔離對面嗰個就係合，咩意思啊？子丑合，佢兩個喺隔離啊嘛。跟住寅亥合係橫向嘅，寅同亥係打橫喺對面嘅，係嘛？所以寅同亥合。然後卯佢打橫對面嗰位係邊個？戌，所以卯同戌合。跟住辰同亥同酉合。辰同酉合，跟住咧巳同申合，午同未合。合咧我哋就係咁睇嘅，打橫對面嗰個。好啦，咁亥咧，我哋睇咗亥先啊，地支相害。亥我哋可以咁樣推，我哋就喺打戙嘅對面嗰個，所以子同未相害，午同丑相害。巳同寅相害。OK， 我呢度補充多個要點啦。不論合同埋害咧，係互相嘅關係，所以呢個巳係害人嘅，寅亦都害巳。OK， 係相互關係。跟住辰卯相害，辛亥相害，酉戌相害。呢個就係害嘅推法。害跟住睇沖啦，我哋。咁沖嘅推法咧，同害有啲似，我哋打斜一個位，子同午相沖，丑未相沖，打斜嘅；巳亥相沖，打斜嘅；寅申相沖，辰戌相沖，卯酉相沖。所以沖係打斜咁推。好啦，咁下一個相刑咧，咁呢個其實就冇乜規律嘅，所以呢個需要死記啊！呢個寅刑巳，巳刑申，申刑寅。所以咧，佢哋三個合埋叫寅巳申刑，寅巳申刑。佢哋係個輪流嘅關係嚟噶，記住寅刑巳，巳刑申，申翻去刑寅。丑戌未刑，丑刑戌，戌刑未，未刑丑。呢個位大家記住啊！丑係刑戌嘅，但係戌唔刑丑啊！呢個記住啊！佢哋係有個輪流嘅關係喺度嘅，丑跟住刑戌，戌刑未，呢個就唔係相互關係啦。跟住未刑翻丑，佢哋係咁樣嘅。下一個子卯互刑，呢個就係相互關係啦。子刑卯，卯刑子。然後下一個比較特別嘅4個地支，佢哋辰午酉亥試過叫做自刑。自刑咩意思咧？自己刑自己。辰同辰刑，午同午刑，酉同酉刑，亥同亥刑。呢個係自刑，地支相刑嘅關係。咁下一個地支相破，破係一個都係互相關係嚟嘅。子酉破，寅亥破，
卯午破、辰丑破、巳申破、未戌破。咁破呢個我哋喺大陸人咧，基本上係唔用嘅。係啦，有個好消息，呢個基本上可以唔使記，極少會用到，大家可以先跳過。對於雙破，OK，咁唔知大家睇到呢度會唔會有個問題啦？就係我哋木火金水4個五行分別都係有2個地支同佢對應嘅，係咪？咁啊一陰一陽啦，咁啊好對稱嘅。但係去到土咧，就辰戌丑未有4個，點解會咁樣嘅咧？咁就要帶到去我哋下一個知識啦。OK， 四季，咁四季春夏秋冬啦。咁我哋春天咧係寅卯辰3個月，呢個係3個月嚟嘅。我哋用木嚟代表。夏天巳午未3個月，火；秋天申酉戌3個月，係屬金；冬天亥子丑屬水。而4個土就係咁啱夾雜喺每個季節交界嘅中間，每個季節交界嘅嗰個月份係屬土嘅。點解呢？我舉個例子俾大家聽。咁冬天嘅最尾一個月係丑月，佢係屬水嘅。冬天佢要過到去到春天呢個屬木嘅季節咧，佢係咪有個過渡期啊？即係好似你今日係夏天，唔會聽日突然之間變咗秋天咁樣噶嘛？佢一定中間要有個過渡期嘅。咁所以中間呢個丑月咧，佢嘅作用就係由冬天水氣旺過渡到春天木氣旺呢個月份。咁所以土咧，呢4個土啦，係有個承載嘅作用，係承載住呢個元素嘅過渡。所以呢個就係喺12地支裏邊，我哋有4個土嘅原因啦，就係呢度。咁我哋喺術數系統啦，咁我頭先講咗春天嘅第一個月係寅月啦，寅卯辰3個月。春天嘅第一個月係寅月，呢個係新年嘅開始嚟嘅寅月。咁我哋呢個寅月係點樣開始嘅咧？嗱，咁我哋唔係根據農曆，亦都唔係根據新曆，而係根據節氣。咁啊，24節氣。咁24節氣其實係分咗節同氣嘅，係啦。咁節就係上面呢12個，氣就係下面嗰12個。咁我哋逢節換月見，逢氣換月將。月將呢一個咧，我哋下一堂再講。我哋今堂講咗月見先。月見咧，我哋睇下邊呢度，立春當日，月見換日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去到立春呢一個節嘅時候咧，嗱，我哋逢節換月見啦。所以我哋睇月見咧，我哋淨係理個節就 OK 嘅啦，唔使理氣。立春之後去到係第一個月，第一個月我哋講咗係寅月，所以立春之後係寅月。咁所以立春至到下一個節驚節屬於寅月，由驚節開始就過渡到第二個月咯。第二個月係咩啊？卯月。所以由驚節至清明都係卯月。一旦去到清明嗰一日咧，下一個月係咩啊？辰月。就到辰月，清明至立夏叫做辰月，如此類推。所以呢個就係月見嘅原理。咁月見呢個節咧，上面嗰一堆字咧，都係通常就係新曆嘅5號左右啦，5號前後啦，係啦。咁12地支有12個啦。除咗12個月之外咧，我哋生活上面仲有一樣嘢同12有關嘅時間，所以12地支都同時間有關嘅。咁喺術數角度啦，一日嘅開始咧係夜晚11點鐘，所以我哋記住每一個時辰咧係代表2個鐘嘅，由夜晚11點鐘開始去到凌晨1點鐘叫做子時，由1點鐘至到3點鐘去到丑時，3點至5點寅時，如此類推。我哋每個時辰係2個鐘頭。好啦，咁有人又要問啦，咁舉個例啦，凌晨1點呢個時間，佢係屬於子時定係屬於丑時啊？咁我哋嚴格上嚟講咧，子時係夜晚11點鐘去到凌晨嘅0點59分59秒，總之未去到凌晨1點咧都叫子時。咁係只不過呢度咧方便啲啦，俾大家睇得方便啲，寫得方便啲啦，就寫凌晨1點。其實係凌晨1點之前先屬於子時。呢個地方同大家講翻清楚。OK，咁我哋嘅年月日時啦，都會有佢自己嘅一組代號嘅。咁我哋嘅代號係點樣出嚟嘅咧？就係一個天干配一個地支，然後係陽配陽，陰配陰嘅。舉個例子，今年2026年
喺術數角度叫做丙午年。咁丙佢係陽火啦，佢係陽嘅，而且佢係天干。午係地支，亦都係陽火，所以兩個都係陽嘅，而且係一個天干一個地支，就形成咗今年嘅年份叫做丙午年。跟住再睇辛卯月，辛係天干，卯係地支，兩個都係陰嘅，咁所以就形成咗今個月嘅月柱，我哋叫辛卯月。然後丙戌日啦，都係丙係天干係陽嘅，戌係地支都係陽嘅，所以就係丙戌日。月未時，月係陰嘅，未都係陰嘅，一個天干一個地支，就形成咗當時呢個時辰嘅時柱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人喺2026年3月13日嘅下晝2點鐘出世咧，咁呢一個就係佢嘅八字。所以點解叫四柱八字？就係有4碌柱喺度。其實所謂嘅八字就係年月日時嘅意思。咁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有個問題啦。咁呢一堆代號啦，咁點樣決定佢邊個同邊個排咧？應該即係好似丙午年，點解到丙午咧？點解唔係其他咧？咁呢個時候就要講到我哋嘅60甲子啦。咁根據我哋頭先講嘅規律啦，天干同地支配，陽同陽配，陰同陰配，就會一共出現咗60組組合，就叫做60甲子。咁我哋天干咧，第一個天干係甲，第一個地支係子啊嘛。咁見唔見到呢度？甲係陽嘅，子都係陽嘅，所以佢哋兩個咧就形成第一組嘅組合甲子。甲之後嗰個係乙，子之後嗰個係丑，所以甲之下一個乙丑，乙下一個係丙，丑下一個係寅，咁所以下一組組合咧就係丙寅。咁一路如此類推咁樣排落去咧，排到最後一個癸亥，呢個係最後一個組合。咁癸下一個因為係輪住嚟噶嘛，癸下一個就係甲咯，咁亥下一個就係子咯。又翻到嚟呢度甲子，咁所以呢一堆組合啦，係每60個為一個 cycle，即係為一個循環嘅。咁呢60個組合啦，又可以分做6組。咁我哋一行叫做一組，咁一行咩意思咧？因為我哋天干係有10個嘅，地支係有12個嘅，咁係咪永遠都會有2個地支冇天干同佢搭配啊？即係好似呢度甲子一路排到癸，癸係最後一個天干咯，咁排到癸酉。咁我哋地支有12個啊嘛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咦，戌亥兩個冇天干同佢搭配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喺呢10組入邊咧，戌亥佢哋叫做空亡，戌亥空亡。好啦，咁呢一行叫做一組嘛，咁我哋一組俾個名佢啦，因為我哋每一組都係由甲開始啊嘛，甲係第一個，就以第一個組合嚟命名。咁所以咧呢10個組合咧叫做甲子戌，10組叫一戌。好啦，咁癸酉之後，癸下一個係甲，酉之後係戌，就嚟到呢度啦，甲戌。所以甲戌之後嘅10組叫做甲戌純。所以每一純嘅第一個一定係甲開始嘅，最尾一個一定係癸嘅。去呢度癸未，癸下一個係甲，未下一個係申，所以下一個甲申，就咁樣如此類推啦。咁講到呢度，我哋第一集嘅術數基礎就講完啦。如果有問題咧，一定要喺底下留言俾我聽啦，我會為大家解答嘅。咁亦都可以follow 我 IG 私信問我都可以嘅。多謝大家。